啊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連連勝利就貼到欄自己帶㗎啦，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2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係欣樂人生啦，紫色衫外邊龍城強將啊，再見到中間第5黃衫電信龍區啊，響入邊有大千世界啦，出邊呢就經典之光啊，後啲先有全能指揮啊，果然得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連連勝利佔先啊，嘉應高升呢，咁啊用啱正腳啦，慢慢鬆落去啊，再見到外邊電信龍區上緊嚟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龍城強將啦，入邊大千世界。最後2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越拋越甩啊！拋甩後邊個對手最少3個身位，一出即勝啊！跑第2名相當接近啊！外邊電信龍區，入邊龍城強將，第4名係大千世界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嘉應高升都係出到閘嘅啫，結果擺咗喺前面，跟住第2位直路上面出頭，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一出即勝啊！跑第2名好近啊！黃衫出邊電信龍區，入邊龍城強將，有冇機會平頭啊？好近啊！第4名大千世界。嘉應高升都係好輕鬆啊，神操姿態咁翻嚟贏甩咗個馬群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咯，前面放嘅話就愛馬線啊，數出去有大紅袍同埋光年80啊，第4位啦，黃帽咧攞出嚟中檔，有呢隻嘉應高升啊，埋邊63咧就年年有型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歡樂至寶啊，馬林後邊有唐不甩啊，入邊追緊上嚟上咗少少啦，就太陽拍檔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見到透出嘅馬咧就係光年80，不過都騎得好緊要㗎啦，中間。嘉應高升就做步追緊上嚟，內欄位置愛馬線仲有喎，後多層仲有歡樂至寶穿甲戰英，最後100米外邊嘉應高升接先，埋邊愛馬線跑第2，第3名中間係光年80啊，咁啊第4名歡樂至寶啊，結果今場賽事贏馬嘅係嘉應高升啊，第2名呢，第一眼睇落去嘅時候呢，埋邊愛馬線以為俾佢隻光年80過咗。但係佢入邊又上翻嚟喎，8號係光年80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嘅話，歡樂至寶。嘉應高升咁啊，潘頓呢隻都走3位啦，走住3碟而出嚟，都其實贏得輕鬆㗎，雖然個距離短啲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龍之輝咧就貼欄放嘅，嘉應高升就響佢外邊嘅第2位啊，多利彩區就內欄第3啦，第4位仲有拍馬蘭追啊，實力派就第5啊，第6位內欄機械大師，中間紅衫等緊位仲有超霸勝啊，等入邊灰馬旋風飛影啊，掟出去外邊馬有隻美神來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龍之輝貼咗欄就一路比緊㗎，嘉應高升攞到個平衡，開始拍上嚟同佢鬥啦，再後邊嘅嘛實力派響外邊，中檔位置呢仲有拍馬蘭追，後多層就多利彩區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就已經透出啦，埋邊有龍之輝進佔第3，實力派第4位拍馬蘭追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贏出呢場賽事啊，龍之輝跑第2，第3名實力派，第4名埋邊，應該係拍馬蘭追嘅機會係較為高啲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係嚟咗擺前面走嘅馬，嘉應高升。全程緊咬第2位直路上面，將放頭嘅龍之輝趕過，跑第3名係實力派，第4名埋邊，拍馬蘭追嘅機會係似乎高啲啊！好啦，結果潘頓今日都有馬贏啊！呢匹嘉應高升啊，始終係3班實績支持佢比龍之輝多啲嘅。咁龍之輝都跑過第2嘅，實力派跑過第3，第4名拍馬蘭追，都係冇得追。飛勁啊，26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英雄豪傑快啊，但係3腳嘅節目嘉應高升已經走咗上去啊，內欄有包裝必勝啦，再見到最出嗰隻呢白衫紫色眼罩就係小霸王啊，中間就韋小寶啦，但係跟住個第6位啊，外邊位置紅衫呢就華麗再勝，中間好好心得啊，內欄尾4咁啊有呢隻美麗奔馳啦，後邊3隻魅力寶區4季醒啊，暫時大墮後嘅馬匹呢係自力更生嚟㗎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包裝必勝就貼欄放㗎啦，跟住喺第2位嘉應高升啊，第3位㗎嘛，外邊小霸王喎，埋邊呢第4位黃衫呢，咁啊仲有英雄豪傑，中間第5位小寶啊，華麗再勝紅衫應該要攞出去啦，等入邊就美麗奔馳，尾4中檔好好心得，尾3入邊4季醒啊，外邊位置魅力寶區包作落咩自力更生嚟㗎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中間透出啊，埋邊係包裝必勝啊，見到入邊追上嚟美麗奔馳，外邊追仲一隻華麗再勝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嘉應高升，望多幾次後邊都唔怕噶啦，最少贏3個馬位啊！後邊噶嘛，包裝必勝有冇第2啊？定係外邊華麗再勝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神操咁贏啊！跑第2名，包裝必勝入邊，出邊華麗再勝好近啊！呢個第2、第4名美麗奔馳啊！結果呢隻嘉應高升好似神操姿態一樣行翻嚟贏啊！
真係全程撳住，望一望電算機，望一望大銀幕，輕輕鬆鬆過終點啊！家應高升。黃奇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又好眼光啊，外邊維港智能啦，中間有家應高升啦，內欄呢就賢者無敵啊，跟住個第5位有威力奔騰，後邊3隻勝不驕陸續無限啊，暫時殿後個馬匹係嗰隻的愛心嚟㗎。好啦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呢，就係嗰隻維港智能啊，好眼光，跟住個第2位啊，內欄第3呢，咁啊仲有呢隻賢者無敵啦，跟住個第4位家應高升啊，後邊嗰4隻威力奔騰勝不驕啊，尾子橙心係的愛心啊，暫時殿後馬匹呢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維港智能佔先入嚟嘅，好眼光第2位啊，咁啊見到中間就賢者無敵啊，外邊呢就家應高升啦，入邊第5位有威力奔騰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勝不驕啦，再後邊嗰2隻的愛心同埋陸續無限啊，最後300厘米啦，前面佔先㗎嘛，見到中間位置家應高升上咗嚟，入邊維港智能都仲有少少啊，中間上嚟㗎嘛，有的愛心啦，威力奔騰啦，出邊上緊嚟就係勝不驕同埋陸續無限。最後100厘米，家應高升越級挑戰，使乜驚啊？沙田銀平一樣贏啊！第2名嘅馬威力奔騰，第3埋邊的愛心，第4名係陸續無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家應高升咁啊，縱使贏緊2班嘅啫，但係一樣越級上嚟，咁啊跑3級賽12米，一樣以一個輕鬆嘅姿態贏馬捧走沙田銀平啊！第2嘅馬威力奔騰啦，埋邊追上嚟，仲有隻的愛心，第4係陸續無限。唔使放頭喎，跟馬跑都一樣得啊！家應高升1.7倍贏馬。4步啊！第2暫時係1嘅，好你一起步啊！八進巨星應聲彈出啊！咁啊見到外邊位置啦，家應高升搶埋上嚟啊！出邊呢仲有呢隻人和家興啊，咬住個大約4、5位到啦，咁啊就係呢隻美麗第1啊，第4位到啦。後邊嘅馬啦，仲有威力奔騰內欄黃衫嘅，出邊藍衫呢仲有呢隻幸運有利啊！後邊4隻水晶酒杯電氣騎士美麗奔馳啊，暫時殿後包裝必勝喎！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嗰隻人和家興啊！咁啊家應高升跟住個第2位先，第3位外邊呢就係美麗第1咯，第4位埋邊啊八進巨星放都放唔到啊，中間呢仲有幸運有利，出邊粉紅眼罩水晶酒杯啊，埋欄位置黃衫黃帽就威力奔騰啊，後啲先有電氣騎士美麗奔馳嗰啲馬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人和家興埋邊嘅，中間家應高升上嚟啦，出邊美麗第1都追啊，再喺入邊呢仲有威力奔騰上緊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八進巨星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家應高升一比落去啊，有啊，拋嚟個零身位。外邊美麗第1啊，中檔仲有八進巨星，入邊呢仲有隻人和家興，接近終點啦。家應高升以一個無敵嘅姿態捧走呢場特首杯啊！跑第2名係美麗第1啊，第3名八進巨星，第4名係人和家興啊！咁啊，結果呢隻家應高升真係厲害啊！繼上季咁啊，已經響季尾階段就捧咗杯啦。咁啊，跟住跨季特首杯一樣贏埋。季內第一項嘅杯賽特首杯，恭喜潘頓、希斯、家應高升啊！1002米精英碗一枝獨秀大熱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加州星球就應聲彈出㗎啦。響佢隔離嘅馬呢，有呢隻就賢者無敵啦，中間位置就係人和家興走埋上去啊。出邊淺藍衫呢，就係呢隻家應高升嚟㗎啦。大約跟住個第5位到啦，咁啊仲有呢隻美麗第1啦，內欄位置藍白環間衫包裝必勝啦，出邊電氣騎士啊，馬林中間淺藍衫係神虎龍區啊。後呢個馬有威力奔騰幸運有利的愛心啊，尾子呢就係嗰隻安裕啊，暫時殿後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加州星球噶，人和家興第2位啊，第3位啦，淺藍衫黃帽就係家應高升啊，埋邊係賢者無敵啊，美麗第1、第5啦，第6位嘅馬呢，仲有包裝必勝啊，響外邊係電氣騎士啊，後啲先見到神虎龍區威力奔騰啊，等入邊嘅馬呢，仲有呢隻驕陽明區噶，好啦，最後300厘米啦，前面就加州星球佔先嘅，家應高升開始中檔推進，再見到後邊嘅馬美麗第1啦，威力奔騰啦，入邊捐上嚟仲有呢隻就驕陽明區啊，出邊衝咗少少就係嗰隻幸運有利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家應高升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贏出呢場精英碗啊！跑第2名係驕陽明區啊，第3名近啊，埋邊加州星球，中間美麗第1，外邊係幸運有利啊！結果呢匹家應高升認真厲害啊！出道以嚟贏到第7 win， 上到去2級賽第1次已經係挑戰成功，輕鬆贏馬。
好啦，恭喜晒嘉應高升捧走今屆嘅2級賽精英碗，翻到嚟收姜取勝㗎。銀行馬會短途錦標一枝獨秀大熱門4，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維港智能內欄應聲彈出啊，咁啊見到外邊嘉應高升雜聲走上去啦，咁啊最出仲有合夥奔馳第4位電氣騎士，第5位加州星球，第6位內欄美麗第1，出邊紅衫戴面箍仲係賢者無敵啊，後邊嗰5匹馬幸運有利啦，驕陽明區紫色衫響尾4啊，後邊3匹的愛心陸續無限啊，暫時殿後係威力奔騰嚟㗎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放就係維港智能啊，外邊咬上嚟就係呢隻合夥奔馳啊，跟住個第3位有嘉應高升，第4位就加州星球啊，第5位嘅馬仲有電氣騎士啦，內欄第6粉紅就美麗第1，響外邊仲係賢者無敵啊，驕陽明區紫色衫移咗出嚟中檔啊，後邊4隻幸運有利的愛心陸續無限威力奔騰嚟㗎，好啦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維港智能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合夥奔馳追佢，中檔位置嘉應高升3幾步已經上嚟啦，咁啊再後邊嘅馬美麗第1沿住個中檔上，出邊賢者無敵，最出仲有隻驕陽明區，最後100米認真撲落去，嘉應高升收姜贏2級賽呢場相當輕鬆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相當近啊，埋邊上咗嚟的愛心，出邊驕陽明區，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都要影㗎，賢者無敵同埋美麗第1啊！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都認真厲害啊！出道計埋呢場贏到第8場頭馬，上場贏2級賽，今場賽事減磅嘅情況之下，一樣再贏2級賽，捧走中銀香港私人銀行馬會短途錦標。恭喜晒嘉應高升，咁啊捧走今屆嘅馬會短途錦標啊，都係行過嘅姿態贏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應聲彈出嘅馬呢，有呢隻加州星球威力奔騰啊，埋邊位置呢，就係呢隻呢驕陽明區守住先，出邊走上去啦，嘉應高升啊，出邊仲有呢隻自成推介，外邊啊維港智能啊，咁啊李健夢境大約跟住個第6位啊，隔離拍住佢呢，仲有幸運有利啦，後啲馬匹有呢隻就豪城啊賢德之君啊，尾4位置係驕陽明區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賢者無敵的愛心暫時殿後係美麗第1嚟㗎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放咗出嚟跑嘅馬就係加州星球啊，咁啊見到呢隻嘉應高升咬住第2啊，出邊係維港智能啊，埋邊第4個威力奔騰啦，中間有自成推介啦，外邊馬匹呢有呢隻就星迷啊，出邊呢仲係賢德之君賢者無敵啊，馬林後邊就豪城揾緊位，捐入去做入邊呢仲有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好啦最後300零米啦，加州星球就佔先嘅，好啦嘉應高升開始逼落去，有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威力奔騰，入邊上嚟嘅馬仲有隻驕陽明區，最出追係的愛心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拋離咗對手個幾身位，李健夢境、驕陽明區一齊上緊嚟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贏出呢場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！後邊追上嚟嘅馬，雖然好似追得好近，但係一樣都係嘉應高升贏啊！睇翻呢匹馬，上年12月先至係初試提升日，相隔1年左右嘅時間，呢隻嘉應高升跨過一關又一關。今次嚟到第一次跑1級賽，結果為港隊代表再度勇奪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呢項嘅殊榮啊！後邊追上嚟有驕陽明區外邊，中間有呢隻李健夢境，第4名係加州星球。恭喜晒嘉應高升捧走今屆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！紀念短途杯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快啲嘅馬啦。咁啊見到內欄位置就維港智能啊，響外邊就嘉應高升啦，中間黃衫魔術控制第4位呢就美麗第1啊，後邊嘅4匹馬啦，有幸運有利的愛心啊，尾二紅衫係賢者無敵啊，暫時殿後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就係呢隻嘉應高升啊，跟住第2位就魔術控制啊，內欄第3嘅馬有維港智能啦，第4位美麗第1啊，後邊嘅4隻橙衫的愛心、藍衫幸運有利啊，尾二呢就賢者無敵暫時殿後，仍然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咯，前面嘉應高升仲係撳住佔先嘅，咁啊後邊嘅馬見到魔術控制第2位啦，埋邊呢仲有維港智能啦，橙衫中檔有的愛心，中間美麗第1，外邊追嘅馬呢仲有幸運有利，依家先抽到出嚟就驕陽明區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數拋離咗4個馬位度啦，後邊嘅馬幸運有利，入邊追的愛心。外邊上咗驕陽明區，最出嚟賢者無敵，接近終點，好似神操咁翻嚟啊！嘉應高升咁啊狂勝對手，捧走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亦都係呢匹馬出道以嚟取得嘅第10場頭馬，
繼上場賽事喺場香港短途錦標贏完一級賽之後，呢匹嘉應高升再次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埋呢場一級賽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至於跑第2名嘅馬叫陽明區，埋邊有的愛心，出邊賢者無敵。恭喜晒嘉應高升，捧走今屆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都係一個好輕鬆嘅姿態啊！彈得對手，隨時起步，黃旗舉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中間加州星球賢者無敵啊，外邊呢就係呢隻嘉應高升，3隻馬拍住嚟走喎。第4位就鴻運帝王啦，第5位叫陽明區內欄，第6橙心啊的愛心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手機標靶啦，永遠美麗啦，暫時電流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咯，加州星球就放頭啦，嘉應高升咬住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有賢者無敵啦，落後個零身位跟住個第4係鴻運帝王啊，第5位外邊紫色衫叫陽明區埋邊第6橙心啊的愛心啊，後邊3匹馬手機標靶永遠美麗，暫時電流仍然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咯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都冇喐過㗎。加州星球就放頭嘅，嘉應高升咬住第2位，後邊嘅馬有賢者無敵、鴻運帝王的愛心啦，中檔紫色衫叫陽明區攞出去外邊嘅手機標靶尾爾永遠美麗，包咗落尾嘅馬暫時都仲係呢隻呢陸續無限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加州星球仲係佔先嘅，見到嘉應高升呢攞緊平衡呢就慢慢上㗎啦，外邊位置追有叫陽明區上嚟啊，出邊位置仲見到有呢隻手機標靶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見到呢隻嘉應高升透出咗，叫陽明區追緊佢啦，後邊㗎嘛仲有永遠美麗的愛心，最後100米嘉應高升以一個無敵嘅姿態掟甩對手，贏出呢場女王銀禧紀念杯啊！後邊㗎嘛叫陽明區追咗一段唔多，的愛心上埋嚟，第4名外邊係永遠美麗啊！結果呢隻嘉應高升真係不負眾望啊！咁啊繼之前已經喺一場短途嘅賽事裏邊100週年紀念短途杯贏咗個香港速度系列嘅頭關之後，嚟到第2關女王銀禧紀念杯上1400一樣贏啊！好啦，換人一樣冇問題啊！香港速度系列再過一關，嘉應高升。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喎，合夥奔馳啦，嘉應高升3幾步走咗上去啦，出邊有加州星球啊，中間藍衫第4位幸運有利啊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魔術控制啦，叫陽明區係紫色衫響尾二啊，華麗再勝紅衫呢就暫時殿後啊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加州星球外邊冚上去放啦，咁啊呢隻嘉應高升呢撳住就跟你跑啦，第3位嘅馬幸運有利響外邊啊，深藍衫嘅，第4位埋邊係合夥奔馳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叫陽明區紫色衫內欄尾3，黃衫拍住佢尾字呢就魔術控制啊，暫時殿後係華麗再勝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加州星球仲係佔先嘅，嘉應高升出咗2踏㗎啦，外邊幸運有利，入邊合夥奔馳啊，出邊紫色衫叫陽明區大外檔呢就係呢隻魔術控制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出咗嚟先㗎啦，後邊嘅馬有幸運有利啊，叫陽明區追緊上嚟，外邊仲有魔術控制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，最後100咋，已經撳住個終點啦。後邊嘅馬都係叫陽明區第2，幸運有利第3，合夥奔馳跑第4啊。結果呢隻嘉應高升都認真厲害啦，出道以嚟咁啊未計呢一場啊，已經贏咗11 win 啊，計埋呢一場已經贏到佢出道以嚟嘅第12場嘅頭馬，睇埋個贏馬姿態啊，最後200米一衝上嚟，已經慢慢撳住出咗嚟。輕輕俾咗幾步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捧走呢場短途錦標。嘉應高升連勝紀錄去到11節啦嚇，即係連勝11場賽事，好輕鬆咁行過對手。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嘉應高升應聲彈出啦，隔離拍住佢仲係幸運有利啊，中間賢者無敵搶啦，出邊維港智能最出仲有隻魔術控制啊，內欄呢就永進劍豪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袖呢仲有隻美麗第1啊，外邊合夥奔馳啦，尾5位置就係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尾4係金鑽貴人啊，後邊3匹馬野田冰封啦，賢德之君啦，暫時殿後係叫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魔術控制就貼欄放嘅，第2位有維港智能啊，內欄第3隻賢
王者無敵啊！第4位合夥奔馳啊！第5位咧埋邊咧仲有榮進劍豪啦，響出邊咧仲有呢隻就嘉應高升啊！後多層啊嘛，美麗第一啦，馬林中間咧仲有李健夢境啦，再後邊啊嘛，黃衫就金鑽貴人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咧就係幸運有你啊！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嘛，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比落去就有啦！再見到外邊追嘅嘛，仲有李健夢境後邊嘅嘛，仲有驕陽明駒啊，再後多層係金鑽貴人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姜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真係認真厲害啊！今場賽事仲要有少少改咗個跑法啦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入彎攞咗出去中檔嚟追啊！而今場賽事直落已經贏晒3場噶啦。首先係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嚟攻下咗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主席短途獎成功，咁啊真係3料冠軍，成為3冠短途王，4個字形容晒實至名歸。2025短途馬王㗎啦，嘉應高升贏完呢場，直指10月份澳洲嘅珠峰錦標。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有呢隻合夥奔馳啊，嘉應高升3幾步已經走咗上去啦。響佢外邊有天天同樂啊，最出嚟人和家興啦，中檔位置仲有美麗第一，大約第5位到呢，而家進佔第3個匹啊。第6位嘅馬仲有維港智能啊，後邊嗰脱啦。咁啊中檔位置黃衫黃帽就金鑽貴人，出邊幸運有你，大約尾4、5到啦。藍衫嘅內欄尾4仲有精算暴雪啊，後邊3匹馬開心寶寶魔術控制，外邊呢就華麗再勝啊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就天天同樂放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2啊，內欄第3就美麗第一啦，第4位見到一路比緊就係呢隻人和家興啊，中檔第5仲有維港智能，等入邊精算暴雪合夥奔馳，大外檔呢仲有黃衫嗰隻就金鑽貴人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天天同樂呢擠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啊，嘉應高升呢攞正平衡換到腳已經出咗嚟先噶啦，後邊噶嘛美麗第一響中間衝來唔多，金鑽貴人反而有啲反應喎，入邊仲有隻開心寶寶啊，最出嗰邊華麗再勝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已經撳姜輕勝特首杯啊！跑第2名噶嘛，係金鑽貴人啊，開心寶寶啊第3，第4名啊近啲嘅華麗再勝外邊追上嚟，似乎係有機會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嘅特首杯，嘉應高升今季復出認真厲害啊！咁啊彈埋正腳收姜輕勝對手，累積出道以嚟第14場頭馬。亦都為10月份嘅珠穆朗瑪峰錦標注入更加強嘅強心針啊！馬王亦都係全球最高評分嘅短途賽區嘉應高升，再一次贏到特首杯，亦都完成咗跨季13連捷。打氣排住7檔，隨時起步，預備。一起步嘅時候比較快啲嘅登天橋啊，嘉應高升都咬住到第2位㗎。入邊馬位嗰方面咧，第1、第3位到啦，見到紅衫紅帽就滿字啊，咁啊守住內欄呢，而家都上翻嚟㗎啦。中間第4位係星彩女兒啦，內欄方面藍色衫就動心。後一格嘅馬位啦，咁啊星彩女兒暫時一個2碟位置到啦。走住個外碟方面呢，咁啊見到就係嗰隻尖尾新星啦。咁啊拍住後邊呢，黃黑格仔色衫呢，仲有隻祖麗星㗎。喺後邊內欄方面啦，仲有隻天使之金啦，咁啊祖德寶啦，灰馬位置係白麗星，暫時殿後嗰匹係最佳1匹嚟㗎。彎位轉到一半嘅階段，前邊帶緊頭呢，就結果滿至登天橋呢2匹㗎。嘉應高升暫時喺個第3位，尖尾新星外邊第4，後一格祖麗星啦，入邊位置動心星彩女兒啊。好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暫時突圍而出就登天橋嚟嘅。嘉應高升開始要比落去，出邊位置係尖尾新星，大外檔仲係白麗星啊，最出邊仲有隻最佳1匹，最後100米，嘉應高升暫時透出嚟，入邊登天橋，再出邊就係祖麗星，接近終點100米，嘉應高升贏出珠峰錦標，跑第2名係動心，第3名好近啦！哇，恭喜晒嘉應高升贏出全球最高獎金嘅珠穆朗瑪峰錦標。係我哋嘅香港馬王嘉應高升，狀態真係及時到位，攀登珠峰成功登頂。潘頓後邊啲馬追唔到上嚟啦，今日條跑道咧跑幾場賽事都係跟前着數。嘉應 Rising， 嘉應高升入到嚟直路咧，登天橋都唔散㗎，但係潘頓立幾邊推多2步。
嘉應高升贏出今屆嘅珠穆朗瑪峰錦標。係黃旗舉起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中間有美麗第一啊，外邊嘅氣勢呢，最出呢就係嘉應高升啊，走咗上去噶啦。跟住個第4位係好有心得啊，內欄第5有舉步生風啦，第6位紫色衫係驕陽明區啊，後邊嗰4匹馬金鑽貴人啦，內欄尾3、6、3係精算暴雪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開心寶寶啦，暫時殿後，幸運有利嚟㗎。咁啊，轉緊香港體育圈彎啦，放頭嘅馬係美麗第一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2啦，氣勢第3位內欄第4舉步生風，第5位仲係好有心得啊！中間第6係驕陽明區啊，埋邊6、3大約尾4到啦，有精算暴雪，後邊3匹馬金鑽貴人、開心寶寶暫時殿後，係幸運有利嚟㗎。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已經係嘉應高升，逼咗2下已經彈咗隻正腳出嚟㗎啦。後邊嘅馬舉步生風，中間上緊嚟，中間有氣勢，後多層嘅馬出邊金鑽貴人追咗啲，馬林入邊仲有精算暴雪，大外檔係幸運有利，最後100米到啦。嘉應高升以一個相當超卓嘅姿態，神操咁翻嚟贏馬，跑第2名嘅馬舉步生風，第3名呢驕陽明區金鑽貴人幸運有利，埋邊精算暴雪，幾隻馬相當接近啊！嘉應高升繼珠峰錦標凱旋而歸，為港爭光之後，翻到嚟香港第1場出賽就已經可以輕鬆贏馬，為下個月出戰國際賽打響個聲勢先。嘉應高升馬王復出，再次一個君臨天下嘅姿態，話俾你聽，全球最佳短途賽區嘅風範如何？跑第2名係後尾都落啡格獨贏喎，舉步生風喎。跑第3、4名就好接近啦，咁啊中間有驕陽明區，仲有金鑽貴人，入邊仲有精算暴雪，出邊幸運有利成堆嘅，咁啊都係明區第3，但係驕陽明區第3㗎啦。所以呢啲馬佢雖然試閘你個個都唔中意，但係佢唔會跑得好曳嘅出到嚟。嘉應高升，你見到潘頓去到直路中段嘅時間就已經望大銀幕啦，究竟領先緊幾多個馬位呢？咁啊跟住之後，我都有一定嘅距離，就開始都收腳贏馬啦。直路初已經望緊大銀幕㗎啦。隨時起步，歡呼聲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樂於助人有少少片咗出去，包咗落尾啊！好啦，嘉應高升相當快閘啊，擺咗喺前面添啊，氣勢第2位啊，外邊有紅馬路啦，但係第4位呢，埋邊位置係舉步生風啊，出邊第5位有美麗第1啦，第6位嘅馬就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，內欄第7就李健夢境啊，響外邊呢仲開心寶寶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係驕陽明區精算暴雪啊，金鑽貴人響尾3啊，尾二位置呢就嗰隻幸運有利啊，咁啊送咗安幕嗰隻呢就係樂於助人嚟響個包尾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嘉應高升一馬當先擺咗喺前面放啊，咬咗上嚟第2位呢就舉步生風紅眼罩嗰匹啊，再見到內欄嗰邊係李健夢境精算暴雪啊，攞出嚟中檔有氣勢啊，外邊追美麗第1，大外檔驕陽明區，仲有金鑽貴人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搖下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3個馬位啊，後邊有舉步生風響第2位，進佔第3位精算暴雪。外邊追上嚟係驕陽明區，金鑽貴人都有份衝，接近終點。嘉應高升，我哋嘅馬王啊，真係贏到後邊甩晒啦！上場賽事已經翻到嚟香港，交出相當好嘅表現啊！嚟到今場戲肉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，咁啊已經係呢匹馬出道以嚟贏取第17場嘅頭馬。如果計到連勝啊，計埋珠峰遠征澳洲嗰場呢，咁啊已經16連勝。今場賽事咁啊入到直路300米度，輕輕搖幾步，彈埋正腳出嚟拋甩贏馬，跑第2名精算暴雪，第3呢要影啊，埋邊舉步生風，出邊係金鑽貴人啊！嘉應高升 ，He is the king 喺度再次有一個無敵嘅姿態，君臨天下，贏出我哋嘅浪琴香港短途錦標。跑第2名係10號精算暴雪，3、4名好接近，入邊就舉步生風，出邊呢就金鑽貴人，咁啊開心寶寶呢都有完成到賽事嘅。係咪入邊嗰匹舉步生風好似稱先少少？